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咱家的头家，我本来无啥物企图，啊，毋过恁某使我产生一个企图。你是咧讲啥？兄弟，那是安怎？头家娘是一个无得力的某，我想要好好替你照顾。咱家产业遮尔大，你无才调管理，那安尼我替你看。头家，做你放心，我绝对让恁咱家兴旺起来。 嘛会互头家娘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。你敢点你？你才真了大胆你！头家你莫当听我讲煞。头家娘咧看我的眼神，你是看，啊，毋过我感觉伊是爱我，伊嘛希望我好好爱。我呢就是替恁当家做好代，因为你加活一天，头家娘就加痛苦一天。 你毋免感谢我，这是我一个下手人对你做头家的报。你安尼做，敢惊去受到报应？叫雷公卡！若是会当得到恁大家的产业，甲头家，就算讲叫雷公卡死，计来。别错啊！你家己保重。你这头家娘，啉茶啊！对，一定有啥物代志要发生。啊，万一甲袂对见种，阿贵，咱出来找头家。谁哪敢来你这样等啊？变种人嘞！变种人嘞！你怎唔讲话？变种人嘞！ 我带伊去换药啊，啊，毋过我的车无动啊，头家甲我的车拢跋落来。讲啥？你讲啥？你还是见种？你还是见种啊！你创啥？你创啥？头家娘！你想要创啥？你想要创啥？阿妹，你出去，去外口叫人。 就讲恁头家娘危险，出去，出去！阿妹，阿妹，你做啥？你放弃我！你在做啥？你放开啊！你到底是要做啥啦？我的弟弟，因人是人，我嘛是人，伊哪会当欺人我？你只是一个下骹手人，你凭啥要跟我比啊？ 我是下骹手人，我问，你敢真是恁翁？这甲你有啥物关系？你讲袂出来对无？头家，我是同情你，这会安慰，你应该感谢我才对。 你伫气笑我，你伫气笑我，你伫气笑我！头家娘，怎然你欺人我？今仔日换我来欺人你！你放弃你这找命啊！你是安怎？搁会骑三轮车，搁甲我逮着，你敢会学？啊！周大哥，我拜托你，你送我回去好不？你莫我，你给我放开！头家娘，
我会记得我拄仔来的时阵，你对我有好感，我咧破柴，我咧担水，你拢伫后壁偷偷啊看。即摆我就伫你边，我要你知影，我甲恁翁无共。免喊！我拄仔毋是有叫阿妹去叫人来，念的人来，我就甲因讲是你诱拐的，敢毋是？你帮我做，你要偌济钱我拢给你。陈老板，你干搞？多谢你，多谢你。就这样。头家，我无爱钱，我干那要得你的头。我爱你会记今仔日，会记我阿妈。兄弟，兄弟，冲下！阿好兄这个人就是安尼，该人照顾别人，袂晓照顾家己。一领衫已经穿到破去啊，阁袂晓摕出来互我天天，伊一定是歹势开嘴。文亮，阿兄，阿姐，文亮，你替我补衫哦？是啊，我去河边洗衫哦，看你的衫拢破去啊。我知影哦，你为着阮足辛苦的，所以吼，我想讲甲你的衫补补的。逐摆看你穿破衫哦，我就唔甘的啦。文亮啊，阿好兄，你有话要甲我讲哦？文亮啊，我拄则看你咧补衫的时阵，你互看起来哦，足水、足贤惠，啊足得人听的呢。阿好兄，你莫甲我笑啊啦！你啦，其实讲真实的啦，以后咱若有钱吼，你家己哦，就去加买几领衫。自从我熟悉你哦，我都冇看你换过衫啦。但我下骹手人做遐久啊，我惯死啊！我10多年来拢嘛安尼，是讲哦，你若要甲我补衫哦，我甘愿拢穿旧衫，我不爱穿新衫。你若要甲我补一世人的衫哦，我穿一世人的旧衫，我就欢喜，我就甘愿。阿兄，衫补好。好，我穿看卖哦。慢点哦。文亮，你看，啊，安尼补体贴袂出新的咧，这个好穿咧。阿好兄，歹势啦，因无白线，唔使用红线甲你贴。啊，有。啊是讲无要紧啦，阮若讲吼，红水乌大斑，红就颠倒水，颠倒好看咧。红色安尼好啦，安尼好啦。文玲啊，你敢知你真认真呢？你爱煮饭，爱洗衫，爱补衫，爱车风西。你敢知影？较早伫咧蛋家的时阵，你咧车迄条暗棍，我当作你要车互我咧，我规暝拢困袂去。
阿姨当初哦，你若会当车我毋知要偌欢喜的。文玲啊，啊无安尼啊，过去，你即摆嫁我好无？阿好兄，我知你在甲讲算笑，一阵仔发生遮侪代志，建昌的目睭还阁未医好，你甲我讲这话，只是互我心肝咧搁较艰苦。阿好兄，请你以后莫阁提起颔棍的代志。啊，我来才对啦。啊，无代无志向阳讲出这个话，啊，就吞忍遐久啊，也袂阁吞忍落去。是讲我安尼讲嘛无毋对啊。你若嫁我，啊，就免咱替头家逐工咧烦恼，逐工咧操烦，对毋？是讲文英安尼讲嘛无毋对。啊，头家即摆目睭痴迷，我即摆甲讲这，伊免来听会落去。陪你，头家的目睭吼，若一工无好，文英就爱操烦一工；啊，若一世人无好，啊，毋就爱操烦一世人，爱拖磨一世人。这样代志吼，无赶紧想办法解决不了。建昌，你一定叫是讲，我会甲你说多谢，多谢你今日拼性命来救我。我坦白甲你讲，在我的心内，我无一点点仔多谢你，反倒转来，我搁较怨恨你。你敢知影？今日阿元在烫我的衫的时阵，我心内在想啥物？我想的是你，建昌。我会记得你捌讲过，你讲我会做出白海门风的代志，也毋过。你敢毋想过，为什么我会做出这款的代志？是因为你，是你逼我的。你有偌久无甲我摸过啊？我有偌久冷床冷被？我是你的某呢。你无想要帮我，煞去问别个查某。我毋知影，
我为怎样要安尼留在你的身躯边，就你一世人，我感觉就甜的。是你让我感觉，就算讲我就你一世人，也无啥物意义啊。你总算讲出你的心来，讲出对我的怨恨。伫我知影阿元要欺负一个查某囡仔的时阵，你敢知影我心肝内咧想啥？我要顾着我的性命去保护伊，是因为我把这个查某囡仔当作是我的亲人，我无可能让阿元欺负我的亲人。多谢你，你阁会当把我当作是你的亲人。我今日看到伫咧涂骹甲阿元相拍迄个人，我感觉伊足勇敢的，会当伫我拄着危险的时阵来保护我。我惊伊会受伤，所以我唔才会摕花杆，甲阮个头卡落去。迄个勇敢的查某人，伊是我的翁。建章，咱的问题都出在这，你一直把我当作是你的亲人。我煞一直把你当作是坏人。我惊人容易。兄弟，我知你做坏梦，做甲真痛苦，做甲真委屈。不过我一直救着你，救着我的翁，救到今晚，救到我天。我唔知我阁会当救我哥，才当有你的亲人，会是你的宝。生意真好，你看，哦，我来讲好。哎呦，来，要食啥物？我大面豆啊，大米豆啊，吼，哎，这个人客咧。听有啦，两个切块面，海大甲豆干。好吃嘞。好好。你现在说大米海大个豆干，拢会好。来，米粉汤锅两个。米粉汤好。小款，我若讲10个就假托办，讲今日好日，今日开幕一定大产钱的。小款。好啦好啊，咱今日今日就好啦。有。你别开业嘛！小刚妹，你对盘球来，盘球。过节来，这交该到三工，好，我带你去。我给你。阿伯嫂，你讲微信，来你谁啦？我来找阿好啊，阿好有爹吧？哦，有啦。阿好啊。阿好啊。安诺，跳，安诺。阿伯嫂要找你啦。阿桑。安诺，你小心点。哦。来这个，来个。小姐，啊，个两个大米哈。好。哎，啊，我遐咧，甲一个欧巴桑出去。欧巴桑？